辛苦的医护人员勇敢来迎接着病毒的威胁，守护咱的生命甲健康。随着现代生活形态的改变，其实有真侪疾病都是咱人过度追求经济发展、致使工业污染所产生的恶果。台湾环境史上上严重的工业污染案，就是 RCA 的事件。RCA 就是台湾美国无线电公司1979年来台湾设厂生产电子甲家电的用品。1992年关厂了后，互人指控生产的过程违法使用有毒的有机溶剂，害真侪员工因为安尼来着癌。这是台湾司法史上从来毋捌发生的案件。总共有1700外个员工甲附近的居民，因为着癌，或者是其他的病情，陆续向业者要求赔偿。这个官司足足来打20年，整个过程就进行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永不妥协》的翻版。继续，咱就来关心土地悲歌甲受害者的处境。大家进去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哈，还有美伤。我有中度致密性腺体异常，还有子宫内膜增生非常严重，子宫肌瘤很大，不挠不行。是我的胸部有肿瘤，突然的绞痛，绞的那个身上都流的冷汗，眼睛一闭，然后都黑了，然后人就昏倒了。包括卵巢癌，还有子宫内膜增生。以前这边没有盖房子的时候，我家就这边就可以看到 RCA 的工厂，走路就可以过去。对，我走路哈，如果说我快的话，走10分钟。对厝内窗啊看出去，就是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旧的地址。过去血液扑进心头，伊是550，曾经伫 RCA 工作15档，生产线倒位若欠人，伊就爱随时保卫。当初大家进去啊，都真的进去，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哈啊，还有是美伤。伊的青春年华拢奉献予 RCA， 不过安怎嘛想袂到，业者关手离开台湾了后，危机开始一个一个浮现。遣散之后，那同事都是住在不同的地方，那大家久久相遇了哈，就看到说啊，那个。啊，你还不错哈，怎么啊？然后比较好的话就说，哎，某某谁，好像他离癌了啊，那就听了离癌，那有的就说，哎，谁又好像走了。RCA 关厂了后，老同事破病，死的死。这个时阵45岁550，健康嘛出问题。我这种。我前几天又会这样子，我只要一上洗手间，就突然的无意间那个肚子痛的时候，我就害怕了，因为我经常昏倒，你看我的额头上都摔倒在地上，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又是独居。我真担心，我真惊。破病了后的550，只敢啉干那装水，因为当年RCA工厂的水源确定遭受严重的污染，员工长期啉地下水，高解主管煞啉蒸馏水，事后回想起来才知影有问题。就有爆料说我们那个 RCA 的，我们喝的水都是地下水。我们一听啊，那个好像心里就在那边很紧张了。我们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喝的水真的是有味道，那地下水我们都是带点什么茶叶哈去冲泡之后才会把那里面那个什么有很大的异味给掩饰过，所以我们才喝得下去。1979年入职的马金秀 ，RCA 服务的资历是21档。身体感官遭受破坏，而且我在里面常常也是身体会不舒服，对，而且就是那个肚子痛哈，这些反正有妇女病毛病也很多，
那我心想说，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去检查一下？结果在87年一检查，果然就是那个卵巢癌。对，后来就到荣总医院哈，就赶快就开刀手术。流产的事情啊，像我本身也有流产过2次。时间回到1970年，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到台湾设厂，生产电视机、影像管、录影机、放映机等产品，聘用台湾员工。高峰的时阵，曾经是达到8万外人，嘛多处被政府评为是模范外销工厂。但是实际上却是台湾上大的毒瘤，因为1990年歪手离台2档了后，就被人压开桃园厂，长期污染。到有机氧剂、3氯乙烯、甲4氯乙烯等有毒的废料，严重污染土壤甲地下水。员工暴露伫31种有毒的环境下，无怪身体出现各种的变白。跨国企业，看好就好，看好就好。RCA 侵害工人，RCA 侵害工人。这就是我们的永不妥协部队，这个精神就是同一个精神。对乌头毛变成白头毛，对行动无碍到需要人扶。回收20档的诉讼路，529个已经年老的RCA工人，总算伫2018年单着3审宣判，总共262位的员工得到赔偿5亿1千万。不幸的是，其中33个人已经离开世间。其实这个案子如果在美国的话，恐怕那个公司得赔到死，赔到关门。但是在台湾来讲，我觉得台湾的这个诉讼的这个感觉哈，跟美国差太远了。我们这个案子如果在美国，根本不用走那么久，走那么多的冤枉路。我知道这得来很不容易，但是还有很多没有得到理赔的。我觉得我们的日子要照样过下去，也要坚强的走下去，面对疾病也不要畏惧。我出言低调面对媒体林家珍，老爸是RCA的警卫，一家伙5个人住伫工厂的边仔，全部拢治着工症。爸母甲弟弟已经过身，只剩伊甲哥哥也咧甲病魔对抗。另外第一波诉讼无得到赔偿的246个人，被高院发回经审。2020年3月7日经一审宣判结果，一阵24个得到赔偿5470万。工人坚持会搁再上诉。我是在246位中，就是发回高院更审的其中第一个，怎么会有这个有这样的判定？就是心里真的是也是很不平衡。目前没有生病的，那并不代表他们以后不会发病生病。工人赢了，工人赢了，工人赢了，工人赢了。2军上诉。 2016年的第2波，总共1120名员工加入诉讼，是第一届胜利。2019年底，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业者应该赔偿1115个人，23亿300万。创下工商史上求偿的人数，甲判赔金额最高纪录。专案也阁会使上诉。给我们这个胜诉是应该的，本来就应该的道歉跟赔偿。终于替我们那些死去的，还有我们全部把子宫拿掉的，还是说乳房怎样的人，回归一个正义，还有还我们一个公道。这件史上上界大的工伤案，撼动台湾社会。受害员工以永不妥协的精神为港，持续伫法院内答辩。 最前面的一排就是人事部。那以前交通车是在哪里？交通车就在这里，在这里啊。每次上交通车，前面一排是人事部，那个宿舍是在这边。等下到20多年前工作的所在，拢也阁记甲真清楚。过去生产线拢无停的厂区，即马是到处杂草围片趴远，只剩种伫污染的54口的水井，必须要每季减少一届。根据桃园市环保局提供的资料。 对2007年开始做监测，总共有32口的水井。第2类地下水污染管制标准无达标，到即卖也阁有9口的水井氯乙烯测得超出标准，相关是
0.116 ppm， 超标10.8倍。一个大企业，这个企业责任跟气度应该要拿出来，不应该这么忽视人民。或者全球的国家凭什么再让你们进入他们的国度，伤害了土壤，伤害了生命？为了阿些贡献了我们这么漫长这个，等于也是黄金岁月，对。然后呢，就那个时候也同时带动台湾经济起飞。然后现在想起来，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您可以想象，以阿些案件在当时都这么多的污染，那其他不会更好？是不同的污染，没有人发现，没有人去处理，就这样而已。在经济起飞的年代，跨国企业来设厂，赚钱了后就离开，所留下污染甲环境公害，无辜的员工经过长时间的积灾受伤，污染的土地创伤更加是我大浮萍。阿西的和台湾的教训付出的代价，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伫你我的心上造成无数的伤痕。但是咱也想要问，台湾也阁有偌济独立企业稳重伫台面